我嘅愛店係卡莫，每次去都會好期待，因為日本隊啲周邊真係好靚。事緣要講返2002嘅世界盃，由道本潤一開始到小野伸二，一路咁樣追落去，就成為咗日本隊嘅小 fans。直到康大嘅出現，簡直係不能自拔啊！佢除咗有打不死嘅精神之外，佢仲係一個機會製造者。面對住逆境波，佢都係沉着應戰，堅持到最後1分鐘，所以佢簡直係我嘅精神領袖啊！哇，咁快又到世界盃啦！好希望日本隊可以入到8強，甚至係4強啊！不過無論成績點都好，我都會支持嘅。伊東 BB 加油啊！藍武士加油！最有錢嘅 BB， 不過應該入選唔到咯。以前行過路過見到都會同佢合照啊，好彩有影低咋。呢啲絕對係我嘅珍藏啊！唔知你哋嘅愛隊又係邊一隊呢？我呢，就一定係一世都支持日本隊同埋本田圭佑。2026世界盃見啦！